同樣係經濟大省，點解廣東要整3級財政，而江蘇就2級財政呢？咩叫做2級財政？就比如深圳，你收稅收翻嚟，收咗10蚊，一份呢就要上繳中央嘅工，要交5蚊，剩低嗰5蚊呢唔使俾廣東省政府，剩低嘅全部都係深圳自己嘅。呢啲呢就叫做2級財政。3級財政呢就好似佛山，稅收收咗10蚊翻嚟，一份要上繳中央嘅工，要俾5蚊，跟住呢又要交3蚊俾廣東省政府，隻手得翻2蚊先至係剩翻自己嘅。嗱，呢個呢就叫做3級財政。嗱，呢個上繳比例呢只係打個比方，唔精準嘅。講翻頭先，我哋廣東點解要搞3級財政，而江蘇呢只係搞2級就 OK 呢？原因只有一個，就係冇辦法。我哋廣東地方經濟呢發展不均勻，人哋呢以為我哋成個廣東都好有錢，其實呢唔係嘅，只有珠三角係比較富裕嘅啫。粵東、粵西、粵北嘅經濟呢發展比較滯後，你一個地方經濟發展差異太大，生活水平貧富懸殊，最容易呢就係出現一個問題。亂窮嘅地方呢，就最怕一個揞住鋤頭嘅出嚟講一句玩好爭生鏈有仲酷，嗱咁樣呢真係唔得掂嘅。所以我哋廣東嘅經濟未發展到好似江蘇咁樣嘅水平呢，係暫時好有必要用3級財政嘅方法維持地方經濟嘅發展均勻，將我哋珠三角收翻嚟嘅部分稅收調翻去幫助粵東、粵西、粵北嘅經濟發展，整路又好，整廠又好，總之呢筆錢呢係用到實處，唔係代代平安嘅，係真係對粵東、粵西、粵北嘅經濟呢係有好處嘅。